同心同行，共創美好明天。香港第8屆立法會選舉喺12月7號順利落幕，超過131萬市民走入投票站，選出咗90位立法會議員，其中超過40%嘅都係新面孔。今次選舉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後，第2次立法會選舉。特區政府舉辦咗39場公開論壇，候選人喺論壇入邊比政綱、拼理念，真正體現到多元參與同公平競爭。選舉嘅順利舉行，唔單止展現香港嘅法治精神，更凝聚咗大家團結向前嘅心意。喺而家呢個關鍵時期，每一位投票嘅市民都寄託住對新一屆議員嘅期望，希望佢哋實幹擔當，同特區政府同心協力，一齊為香港寫下良政善治嘅新篇章。選舉落幕，責任在肩。日前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全港上下齊心救災，共度時艱。呢件事都成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即刻要面對嘅重要任務。災民都期盼住新議員們能夠真正急佢哋所急，用專業同經驗，全力跟進災後安置同埋重建，並且透過檢視法例、完善制度，切實強化樓宇安全，堵塞漏洞，等呢類悲劇唔好再重演，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安全嘅家園。市民們都期待新一屆立法會能夠同特區政府喺愛國者治港原則下有商有量、良性互動，又配合又監督，共同為香港打開發展新局面。亦都希望議員們可以多落區、多聽民意，實實在在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助力香港發揮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無論喺優化資源運用、完善社會治理，抑或喺推動產業升級、改善市民生活，都需要立法會同政府夾手夾腳努力，匯聚香港社會嘅智慧同埋力量。由災後重建到民生改善，由制度優化到長遠發展，90位議員嘅肩上承載住全港市民嘅殷切厚望。2026年1月1號，新一屆立法會將會正式履職，未來4年嘅征程已經開啟。相信只要全體議員堅守愛國愛港初心，秉持務實為民擔當，同特區政府同心同德，同全港市民攜手同行，就一定可以破解發展難題，增進民生福祉，共同書寫香港良政善治嘅新篇章，共創更繁榮、更安定、更美好嘅明天。